大学学测成绩明仔载公布，刷来就会当开放个人申请哦。有学生团体是批评讲，即马高中的学习历程档案会当找人倒写，甚至为着争取表现，学生拢会去参加一寡收费正大正悬的营队哦。所以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来重视这款教育商品化的议题。也是有参加过营队，但是其实当初的收获并没有太多，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游戏式，然后去认识朋友。为了以后会当到心目中的理想大学读册，高中生除了爱拍拼读册，也可能会参加课程、报名营队，要互学习历程档案更较出彩，所发现有一寡人会认空旁。在这个阶段是有人在做这件事情。确实在就是坊间，其实包括自己的身边同学，还是会有听到一些这样的状况。南投搭公车到台中，再从台中到台北，再从台北回来，这样子108课纲观察报告，所有的就是学习历程的档案里面，就这个东西最精彩。伫108课纲上路了后，学习历程档案加做学生准备备审资料的重点之一。所以有一寡学生烦恼做不好，会找代写代做，也是报名参加高级营队，变做军备竞赛，互真侪人产生焦虑。不过以大学端来讲，老师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无必要。那如果是这种很模板式的、很官样式的文章，其实评审老师也就翻过去这样而已。我们参加这个活动，到底获得了什么样子的成长，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。那大学老师就喜欢看这个。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，真的没有必要，因为花了很多冤枉钱，没有收获，而且可能会有抄袭的疑虑啊。有80%的老师都觉得他们可以看出那个真实性。司长指出，大学重视的是高中生的在学学习成果。甲敢是有具备申请学系想要爱的能力，除了学习历程档案，也个有笔试、考试验证。学生团体会对幼师伫学测成绩出来进前，邀集学生甲大学端分析学习历程档案乱象，佮呼吁教育相关单位为代写代做行为定出相关规范，减少学习历程档案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